今天20220123晚上10点春安开始到2月11号晚上12点止，每天有临检及重大违规，全国全面加强取缔，如闯红灯、无照驾驶、酒后驾车等取缔，骑车要小心。高速公路今天开始，出入口匝道不定时傍晚会有警察临检哦。后座，后座，后座，乘客会系安全带，罚款1人3000，2人6000元。请告诉家人要注意，真的要大家告诉大家了，请转传。